如何數碼點餐？先付款，服務員送餐，有助好。第一部分，打印餐台，點餐二維碼，點擊餐台，選擇餐台，選擇餐台上需要打印嘅二維碼，點擊列印二維碼，即可打印出二維碼。第二部分，堂食數碼點餐。顧客喺入座後掃描餐台上嘅二維碼，根據實際情況選擇用餐人數。選擇人數後點擊確認，點擊開始點餐，跳轉至菜單頁面。顧客可以開始挑選菜品進行點餐。如需刪除菜品，可點擊清空購物車按鈕進行清空，重新選擇菜品。選擇好菜品以後，點擊右下角選好了，即可進行下一步。如果未登錄會員，直接進行結賬，將顯示以下頁面。如果已經係會員，選擇電子郵箱登錄或者手機號登錄。如果仲未註冊會員，點擊會員註冊，填寫註冊信息。註冊會員需要填寫用戶昵稱、密碼等信息。填寫完成後，點擊立即登記。點擊選好了，進入訂單確認頁面。提交訂單後，系統將立即生成訂單，顧客可以選擇喺用餐結束後再進行支付。用餐完成後，點擊立即付款，即可進入付款頁面，選擇付款方式。點擊下一步即可完成訂單支付。